乡亲好，本人大家头下晝2點準時同明路頭前來看客家新新聞的直播。我係許麗玲。關於今年等6日都冇新增加確診病例嘅，估數今本日又會有很有一種好消息，第7擺有一種正面的消息，關於都冇新增加確診病例。韓國初本日呢，就係因為也反映一般講嘅嘉陵。第6日都冇新增加確診病例，估數初本日指揮中心係拿出嚟6隻大隻嘅大西瓜同大家來分享，也按呢個好消息。嘅今本日呢，估數請鄉親朋友聽聽客家新新聞，向下來看。韓國呢就亞下大家連假係唔係要出去，造成講當到關於嘅景點有人giảm人嘅情形，只有1968清醒嘅一 app 數據呢，當個就下降年時。亞下差唔多2點啦，被捕嘅部分到台北市，韓國桃園鴉片有冇強嘅素材亞下人潮警示係呈現一種黃色，也就係講現場嘅人潮遊客多。比如講被捕鴉片台北市就係到陽明山、人事馬台連開花大呢，估計有當到人呢也2日咧，就趕2日去看花，另外到路街。淡水路街，韓國呢台北市一個陳行路街鴉片，咪係出現呢有一個人遊客多嘅情形。估數1968 app 就要開始來提醒大家。另外桃園鴉片呢係作為吳江鴉片，有一個人較多嘅情形。估數接下來呢，帶鄉親朋友來看到1968 app 過後，係唔係一下見邊會有清醒嘅數據，聽大家向下來看。韓國先來看到，現時全世界確診病例正式突破為330萬3人確診呢。韓國現時上來28日疫情，馬街世界將會正式來結束。指揮中心呢就有講到，喺台灣差唔多2年嘅時間，一個關於疫情會開始控制下來。唔過呢，另外拖全世界部分，就是美國有啲醫學專家，佢就表示講，驚怕疫情全世界疫情會再個定價2年。我等到全世界差唔多有70個人係真實睇到為一個武漢病毒過後，因為身體對抗有為抗體，一個疫情將會真正控制下來。韓國吉利亞醫藥公司現時有一種藥嘅，就係瑞德西韋嘅藥嘅，係講老佢推出嚟過後，驚怕係對一個控制疫情韓國呢，大家試嚟一種藥嘅過後。有可能會同嘅疫情控制下來，咪有可能會確診過後就會好嘅。估計美國一下緊急准嘅150萬劑，希望講接下來會提供本確診嘅分扎。希望講有一種藥嘅過後，疫苗推出嚟過後，全世界疫情有可能會停下來。但鄉親朋友透過新聞報道來看詳細條位。武漢肺炎疫情拖全世界吹開來，有332萬3人確診，超過23萬3人死亡。荷蘭進行研究報告講，拖184個重症患者當中，31%嘅人有血栓併發症，係講嚴重，驚怕會輸人命。對亞關於專家講，引起武漢肺炎嘅新型冠狀病毒，引起原因當有可能係血管韓國內皮細胞受到影響，造成身體發炎。後來現時台灣冇出現像安尼嘅報告。新冠病毒的病人，有的人會在身上，尤其是腳部出現一些疹子，那些疹子呢會痛，而且看起來是像出血點一樣，那個看起來其實就是一種小血管的血栓形成。美國流行病學專家先前預測，武漢肺炎可能會持續吹開來，只無限愛再過18年到2年，一直到全世界70個人都被吹到為疫情將有可能會下跌，其中包含今年秋冬嘅第1擺大流行。另外，關於專家認為，疫苗係講價格開始賣，就有可能有效擋病毒檢測。可能要看2個因素，一個是很多人都得到感染以後有免疫力了以後，它的傳染的那個速度就會趨緩。另外一個就是，如果我們發展出有效的疫苗的話，就可以更早去結束這個疫情。另外，拖有效嘅疫苗出來以前，全世界都猛等做得有藥嘅，有效治療武漢肺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拜5宣布緊急准嘅吉利亞醫藥公司生產嘅抗病毒藥嘅瑞德西韋，藥廠每人生頭一批會免費提供150萬劑來治療確診嘅出現患者。記者賴淑明、莊志佳特別報道。來看指揮中心現場嘅情形。多歲的女性按430 30多歲的女性，及40多歲的男性。那這60多歲的女性按430 2月22日從台灣前往澳洲旅遊，
那3月24日自澳洲前往日本。那4月9日起，反复出现发烧、咳嗽、呕吐的症状。4月30日返国入境时主动告知曾有症状，所以在机场检疫人员采检通报，那今天确诊。那按431、432是一对的夫妻，那2月11日到塞内加尔工作，并陆续于4月26、27日出现倦怠及咳嗽等症状。两人5月1日返国入境时，因仍有咳嗽的症状，由机场检疫人员采检通报。那他同行的还有2位小孩，那因为2位小孩本来是他们一起的亲密的接触者，所以也就采检，那2位都是阴性，所以由他家人带回去，就跟他父母稍微的分开，那回家做居家隔离。那从到今天，我们大概432人确诊，那324人解除隔离。那至于在磐石舰，磐石舰到今天5月应该是明天的04:00分嘛，理论上它就是要解除隔离。那这个分作2部分，大概它的接触者刚才讲过，它大概有采检的482人，478人为阴性，另外几位在等他的一个采检的结果。那大致上可以看出，磐石舰这个大概在社区所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小。那在一开始检验出从开始发病的3位加3位，然后加上18位，然后在零星到了31位，所以大致上这整波的在这个舰队应该也是算稳定了。那可是呢，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群聚的事件，所以我们决定就是说，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在满14天嘛，满14天后，那我们还要再采检一次。以前我们大概13天的时候左右就会来采，让它14天就能够解除。那这次我们是在满14天，满14天我们才采检。那如果全部都是阴性的话，那我们就会放。那如果没有全部都阴性的话，那我们可能还要再多留置1天，然后在采检之后，那再把阴性的再解除。所以在这里要特别跟这个我们军舰的官兵们那表达我们的歉意可能就比一般来讲要多留个1天到3天左右有这样的可能性，但希望是能够第一次采完都阴性，然后全部都可以回家。那回家之后仍然要做自主健康管理那但是因为多留置这几天，因为这案子相对也比较特殊社会的关注也比较多，那还是把它做到就尽善尽美了那么让这可能性降到最低，让它能够有一个比较完美的据点。那另外在出游出游里面我们大家讲要乐活防疫嘛那我们整个的一个防疫新生活。那这2天看起来各个景区其实我觉得秩序是还好，虽然有地方人稍多，不过我还是觉得有一点一定要提醒那出外到野外我们当然也不反对那但是我还是看到有很多人相对有一些人是没有戴口罩，在人多拥挤的地方。那我们大家看看我们现在整体防疫走到现在我们讲的说我们要回来过一个新生活，让社会相对的限制比较少。所以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放松情况，我们认为就是说今天当然也没有本土的案例嘛我们现在没有本土案例，今天应该是第20天了嘛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个人的防护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那所引发的一些零星的社区感染，这是属于一个可接受的风险。那大家应该要去努力，那我们这边也要去努力发生这样零星个案我们就医疗好把它疫调做好，把医疗做好。那但是没有遵守我们基本的一个个人的防护，而引发的一个社区的感染，那我们认为
这是不能够接受的，那是不需要的风险，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而没有做到，而造成多增的风险，那这是不应该的。那如果是都有做好个人的防护而产生的风险，那我认为我们是要接受它、解决它、面对它、去处理它就好。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在逐步开放，当然整体的速度会有我们的观察，整体遵守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社交距离、勤洗手跟戴口罩这样的一个个人防护有没有做好，那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一个开放的速度。那另外在海外访国大概有一些小的部分并没有做相当的一个统一那我们还现在就5月4号0时起，就海外访国者要先通报那家里的环境以前有讲过要适合能够做居家检疫。换句话说，家里有小孩有慢性病者那或者没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含这样的一个预测没有这样，那就要去检疫旅馆来做。那这个最高我们是可以罚15万。那我们从5月4号0时起那全部从海外返国起都要遵照这样的一个规定来办理。那至于有一小部分就是像专机会有时候这个风险比较高的邮轮这样的一个集体返国的时候，那我们还是会用集中检疫为主就像这2天再过来的从印度要回来这样的一个班机，我们仍然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段。一方面是大部分需要这样专机包机回来的都属于一个风险不特定的区域，而且当地也有相当的一个封锁，所以在这样危急的情况，我们还是以集中检疫为主。好，那接下来我们特别请呢我们的许医师来郑医师我们请了我们郑医师来那发表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那也在美国医学会的内科医学期刊里面被刊登出来。那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那是不是请他给我们做一点报告？谢谢指挥官那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刚发表的一篇研究，那首先我要先感谢就是卫生局卫生所的伙伴们，还有我们辛苦的疾管署的医疗团队因为有这些人就是辛苦的去收集这些医疗资料，我们才有办法今天做出这样的研究。那利用他们收集的资料，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整理。那我们的研究是发现，我们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这些接触者，就是这些确诊个案的接触者，到底什么时候接触到个案的时候，它的被传染的风险会最高？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触可能风险会比较高？那根据我们分析的结果，发现其实是在个案发病的1个礼拜内，那接触到的这些接触者到之后可能会有的发病风险是最高。那这个研究其实跟之前一些国外的学者的研究的发现是类似的，那只是说他们用的资料跟那个分析的方法跟我们不太一样。不过综合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结果，那我们是可以去判断说，那这个新冠病毒呢，它的传染力可能是在发病的前几天，那可能是1、2天到发病后的1个礼拜，传播力最高。所以我们要做到早期的去介入，或者是早期把这些病人找出来，然后就能够去阻断这传播链，有的时候不见得那么容易。那所以戴口罩或者是一些适当的社交距离的措施，有时候可能还是必要的防治政策的一环。那有了这样的研究的结果，其实我们之后整个公卫政策或者是防治政策的制定，其实都可以针对这样的研究结果来做进一步的更精准的设计。所以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样的研究成果，谢谢大家。那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做一个本土的资料也跟国外相关的资料能够做验证。那最要是有本土的资料的话，对我们在政策的一个研析上面会更精准。所以由这样的资料看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的政策仍然不变精准的疫调，有发病以后把疫调做好，把需要匡列人匡列好，那做适当的隔离或者自助健康管理。那管住了发病到
发病后的1个礼拜那相对的过礼拜是比较安心一点不过这是一个统计的数目了并不是代表一个绝对值。不过有这样的一个本土资料，我们知道这一段精准的疫调必然是需要做的，而且这做起来是很有意义。可另外是发病前呢，发病前它也有可能性所以个人的一个健康的维护像刚才说戴口罩、勤洗手安全距离社交距离的维持就变得很重要。那这样前后两端我们都做好，那有风险出来我们就承担。那医疗也准备好了但是没有把这做好，就表示我们没有把应该防疫的责任没有尽好，那这样就不好。那我们非常谢谢郑医师。那当然这篇研究好像也是跟台大公卫研究的林先和的教授一起来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也进到张老师的时间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谢谢指挥官每个礼拜都请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国内的病例的一些状况其实从上礼拜到这个礼拜，应该个案没有增加太多，所以很多的基础资料应该是差不了太多的。那不过还是利用这样的场合，那把进一步的一些分析的资料跟大家报告分享。这个我们想大家都很熟悉，然后在指挥中心的网页上也都有看到。那今天当然要特别提到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在3月中旬开始那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被我们列为旅游警示嘛旅游警示的国家，如果返国的民众有任何症状，就进到法定传染病的通报系统里面。所以看到法定传染病的个案通报的个案是在3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大量增加，那一直到最近，当然因为入境国外入境的返国的民众越来越少，所以这个通报个案也就是越来越少了来下一张。好，那如果根据这些我们429例的一个确诊的个案，他们被通报的时间点，其实就跟这个我们的通报那个快速的上升时间是差不多的，也是在3月17、18号附近我们就每天大概有10几、20几例的个案确诊个案就出现嘛那到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少，那一直到我们的4月中旬的时候，17、18号的时候，16、17、18的时候，就有这些的动物舰队的个案被通报出来确诊个案。然后下一张，通报的时间跟发病的时间其实是会有一点落差的，然后那它发病当然通常会比通报时间更早有些是早几天，有些甚至早到1个礼拜以上所以如果从发病日来看这个流行病学的趋势图的话，那可以看到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不过大致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高峰期，大概也是3月中旬附近有一个高峰期了下一张。好，那这429个个案男女跟上礼拜说明是差不多，大概就是一半一半，按年龄分布也是差不多那这本土个案境外移入跟这个动物舰队支队的个案数的比例，其实跟上礼拜都是差不多一样。上礼拜的时候是428这一次429是动物舰队再多了1例下一张。好，年龄分布其实大概428跟429大概也不会差太多也就是还是以20、30岁的年龄层最多下一张。那百分比来看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在大约60%左右的个案就是在20、30岁附近下一张。好，那这个如果把429个我们在初步疫调的时候所收集到的他们的个案的初期的症状来做统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开始有咳嗽的大概有51%左右那一开始就有发烧的大概只有45%，那鼻塞流鼻水的大概25%，那有嗅觉失常的是嗅觉丧失的那有17%那味觉失常的或丧失的那有10%左右，这是从疫调的资料来看的下一张。那如果我们再加上病人的在医院端的这个病例的资料那临床的医师所收集的一些资料累加在一起来看，我们有前100个
个案哦，前100例的个案里面，我们把这个比较详细的资料一起汇整起来看的话，可以看到这100例当中有发烧的有54例哈，那咳嗽的有54例哈，这是还是2个最常见的一个症状。那喉咙痛的占有35%，鼻塞流鼻水27%，那有倦怠感的那占了25%，那有肌肉酸痛的有14%哈，那有腹泻的病人，在初期就有腹泻的病人大概10%，那有头痛的大概10%。那我们之前以为说前面的个案好像比较没有嗅觉味觉的异常，其实详细再去追问的话，那也可以看到大概10%左右的个案其实也是有在初期就出现了嗅觉味觉异常的现象哈。那恶心呕吐的大概比较少，只有2%。下一张。好，那这是429个个案里面，无并发症或肺炎重症的哈，分布大概还是差不多。那里面上周也跟大家说明过了，曾经使用呼吸器的有24位病人，到目前还是有24位病人哈。那这24位病人里面有6例死亡，就是我们那6个死亡的个案，他们死亡前都是有使用到呼吸器。那上礼拜跟大家报告还有10例在使用呼吸器当中嘛，那不过到这礼拜已经只剩下6例在使用呼吸器当中。换句话说，有12例的个案是顺利的脱离呼吸器，那在复原完全康复。那有使用到叶克膜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有7个个案曾经使用过叶克膜来治疗。那里面有2个病人是使用了叶克膜还是没办法挽回，还不幸过世了。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只剩下2例还在使用叶克膜当中，换句话说有3例顺利的脱离了叶克膜的使用。那此外，这个已解隔离的个案到昨天为止是324嘛，就是3/4的个案已经都是解隔离当中，有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出院那所以住院中跟死亡的个案分别是如这里数字所显示的。下一张。好，如果我们用这个人在住院中，每一天有多少病人在住院，然后每一天累积有多少病人出院，到目前为止就昨天为止还有311例已经顺利出院嘛，那还有112例还在住院当中。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背景这个柱状图是累积的个案数了，累积到429例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在4月20号的时候，就是出院就已经比住院的来的多了所以持续住院中的个案就慢慢就在下降当中下一张。好，那这个从住院或从发病到解隔离，或者是从住院到发病到出院这样的天数其实还是蛮长的。在前面的3月31号以前的我们顺利解隔离的大约只有39例了那这39例里面可以看到它的从住院到解隔离的天数是平均中位数是20天，然后住院到出院就是22天所以稍微可以差1-2天的离开医院。那到4月以后的，我们就大量的增加这些解隔离个案，不过有很多其实是在更早之前住院的那些到后面才解隔离的时候，其实他的住院天数确实就是非常的长了那到解隔离天数我们相对也是蛮长的，那也跟大家报告说明过，因为我们希望它变成3阴的状态下才解隔离所以这时间就会拖得比较久，因为有些个案会2阴以后又一阳，2阴以后又一阳，这样的状况会出现，所以就会拉得到解隔离的天数，包括我们4月以后的个案也是蛮长的就是中位数大概是23天。那从住院到出院的天数，中位数是24天这么长那这边大家也可以看到，有最长的就是到80天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一张。好，那我们对医护工作人员或者照护机构，我们当然还是一直非常关心、非常关切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扩大筛检，他们只要有任何症状，就进到扩大筛检的去通报跟采检可以看到。3月30到4月30，一个月当中，我们已经筛了2877个医护工作人员，包括照护机构里面工作人员
那所以都分别有相当的数量。下一张。那除了这样的对医护人员扩大监测的筛检以外，其实这些医护人员如果符合法定传染病通报的定义的话，例如说他是确定个案的接触者，那又出现症状的话，那就会进到这个法定传染病通报。所以同样这一个月当中，我们有211位的这些医护同仁，或者是照护机构的工作同仁，其实是用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进来的。那这些也都没有任何有人被确诊的状况了哈。那如果3月30之前更往前的话，他不管是在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那或者是出国回来确实是符合通报定义的话，所有的加起来，这边的医护工作人员或照护机构的同仁也曾经筛检过1300多例的医护同仁哦。那所以这些总共我们有4482个筛检的个案里面，唯一曾经出现的当然就是某一个北部某医院的3位护理同仁跟1位清洁工是阳性个案，那其他通通都是阴性的个案。下一张。好，因为除了这些经过法传或者确诊的这个扩大筛检以外，其实我们专家小组在很早就根据这个曾经发生的没有及早确诊，然后就住进医院里面。那后来有一些医护同仁就有很多的一个所谓的密切接触的状态，没有戴 N95 口罩去照顾病人，长时间的照顾病人，我们都算这个密切接触者。那这些密切接触者，他除了需要变居家隔离，因为是密切接触者，所以我们会变居家隔离的个案。除了他有症状会被筛检以外，其实大部分都一开始就筛检。那等到他恢复工作前，我们还会再筛检一次。所以就是很早，我们就在2月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经验，就说这些医护同仁通通要经过2采阴性以后才可以恢复工作。这主要当然就是担心他的后续照顾的病人会不会因为他还是带有病毒而造成这个病人受到感染的状况。所以这个居家隔离的医护同仁，我们其实有一些个案状况，我们很早就说一定都是要2采筛检确定阴性以后才可以恢复工作。下一张。那到3月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对于居家检疫的医护同仁，也是说，你如果有症状一定会筛检，那筛检阴性，你要恢复工作前还是要再做一次筛检。虽然他是居家检疫是基本上都是国外旅游回来的哈。那是在1、2级的旅游地区回来的，那就是做居家检疫。不对，3级地区回来是做居家检疫，1、2级回来是做自主健康管理。那当时是对自主健康管理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要求。那不过有些医院例如说我们台大医院自己就对3月中以后就开始觉得，不管是居家检疫或是自主健康管理的医护同仁，我们恢复上班之前也一定要采检，不管你有没有症状。所以在那一段，从3月18号开始到现在，我们大概有57位医护同仁或相关的医师人员去做筛检，那其实也都是阴性的结果。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根据医师司的规定，那非旅游警示区的地区医护同仁还是可以出国的了。所以这些出国回来，不管他是开始是自主健康管理，到后来我们扩大全部变成居家检疫。这些人员在2月下旬的时候，24号到29号，我们40几位的医护人员，3月1号到13号，因为3月14号以后，美国开始有被列为旅游警示地区，加州、纽约州跟华盛顿州开始列为1级、2级旅游警示地区，所以这些回国的我们也通通都是有进行筛检。那这些筛检以后结果基本上也就是阴性的结果了。所以对于所有的医护工作同仁，其实在我们医疗单位或是我们的在专家小组的建议之下，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多的一些筛检的，避免造成任何的漏洞。下一张。好，那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在很多人都质疑为什么在好多状况下我们都确诊个案为什么都没有传出去？包括前面讲的医院里面的这些工作同仁，也非常没有传出去的状况。那这些如果我们看看生病者跟健康者，如果都没戴口罩的话，那基本上他确实是很容易的把呼吸道疾病传到这个健康人身上。
可是如果健康人有戴口罩的话，那他会吸到他的分泌物的飞沫的机会就大大减少哈。确实减少多少我们不敢有精准的数字，也许减少5、6成到7、8成。那另外一个就是生病者如果戴口罩的话，健康人没有戴口罩，他直接喷出来的飞沫也是会大大的减少。所以这减少的可能直接的侧面当然还是会漏出去哈，可是正面的喷出去大概减少8、9成以上。啊，所以当两方都戴口罩的时候，各位就可以想象说，这个如果减到8成，这个如果减9成的话，那这剩下1%、2%的机会会传给这个互相都戴口罩而由生病者传给健康的人哦。那所以在我们的医院的经验里面也发现，这些医护同仁都有戴一般的外科口罩就够了哈。啊，它还是大大的减少这样的一个传染机会。那一家医院，后来我们进去疫调，包括我自己也去了几次。那问到的是，因为这个病人他是很喘，所以他有时候戴不住口罩，没有戴口罩而面对我们的医护同仁，那也许就造成这样环境的污染。那环境的污染是不是直接造成他的发生吸入？不知道，或者是因为摸了环境的东西以后才造成的一些状况。那这些当然都是有很多的可能性，我没办法确定哈。那不过这也要告诉大家，像舰队，大家也奇怪，我们舰队好像感染的比较少。那其实这个他根据我们的了解，他在发烧以后，除了放在隔离病室以外，那退烧以后回到单位去，也被要求要戴口罩，是不是完全都有戴，我们不知道哈。那其他舰上的官兵也原则上尽量也都要求戴口罩。就算没有办法100%达到这样，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这样，那也许它的整个传播的机会都还是变少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就跟大家说，指挥官为什么一直提醒我们，没有安全社交距离的时候，我们就大家戴口罩，不管特别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说生病者一定要戴口罩，那就会减少这样的大大的传播的机会了。下一张。好，那这就是每次我们任何疫情来的时候，民众都很习惯自动就会戴上口罩哈。所以在2009当年，这个所谓墨西哥到美国的这个猪流感 H1N1， 当一到韩国说有可能病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民众就自动开始紧张了，就会戴起口罩来。那这当然对我们的防疫都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忙了。下一张。那最后多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昨天我在看门诊的时候，刚好当年我们台湾诊断的第一例的 H7N9 的禽流感个案，从中国大陆回来，那在台大被确诊以后，那我照顾他，那一直到现在哦。那前面大家也很好奇说，这个会有肺纤维化的问题啦，肺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的话，也很多的疑问。那这个昨天他也很乐于说，把他的一些状况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哈，所以是真的他的同意。那此外，这个个案其实我们也是在当年很快就发表在《Lancet》杂志里面，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公开的一些资讯啊。那当年4月的时候，他是从苏州工作，然后经过上海回到台湾。那回到台湾以后，开始发烧倦怠，发烧咳嗽。那曾经到诊所，又到某一家医院去。那在那家医院也很警觉，验了一个流感的 PCR， 结果是阴性的结果。后来他就呼吸衰竭，那就转到台大来。台大我们再把他送谈做 H7N9 的 PCR， 那结果证实是阳性。那就是当年4月我们在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从大陆境外移入到其他国家的第一个个案了。下一张，好，他到我们医院里，4月20号很快的呼吸衰竭就使用呼吸器，然后隔一天呼吸器还是没办法维持，就使用上叶克膜。那可以看到他的光片就是这样一片白白的，空气都是没有办法交换的。下一张。所以我们用了叶克膜以后，那除了抗流感的药物以外，那后来也不得已就使用了洗肾的方式来维持它的整个电解质的平衡、毒素的排出。下一张。那之后我们也
检测说他身体里面的这个细胞激素特别是所谓介白质 IL6是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抗 IL6的一个药物来治疗这个病人。那之后，在4月30到5月1号之间，叶克膜就准备要停掉，5月2号正式停掉。所以这个病人昨天来的时候说，他刚好是7周年庆，7周年纪念，所以特别还在诊间跟我合照了一张照片。那后来这个洗肾也慢慢就减成比较简单的洗肾方式，到5月7号的时候就拔管那后来这个洗肾也把它停掉。下一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4月底到5月这当中，到出院前5月18号，胸部 X 光就看得相当的干净下一张，那可是电脑断层扫描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像纤维化的一个变化所以在出院前就是。包括我们这次大家在关心我们的个案，确实出院前那个重症个案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纤维化的一个状况。下一张，那到半个多月以后，这纤维化状况就已经比较改善了。然后再下一张，然后在3个多月以后，这几乎都已经变干净了所以他在刚出院的时候，确实是还会看起来好像非纤维化的变化。可是慢慢它就会改善，这个我前也跟大家做过报告下一张，那肺功能检查在刚出院的时候，快要出院的时候也是非常严重这个气体交换的能力那只有正常的38%，那再隔一段时间以后恢复到46%，再隔一段时间以后恢复到72%，到后来大概在半年以后就完全恢复到正常所以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病毒性的感染常常就是这样的状况。那这个让大家知道，一方面让大家知道说，台湾其实我们的医疗照顾能力、照顾品质真的是非常好。这一次我们在插管的或是使用叶克膜的，他们都可以不少比例都可以顺利的脱离，其实就是靠着我们第一线的医护同仁，那非常辛苦的在照顾这些病人。那因为我们的品质非常好，那这不是某单一家医院的能耐而已下一张，如果从这个最后一张给大家分享，就是在我同时是台北区传染病防治医疗网的指挥官嘛所以在台北区里面，北基宜还有金门连江是没有确诊个案在我们台北区医院里面照顾确诊个案，总共有212例几乎占了一半全国的一半。那在台北市你就可以看到有15家医院。新北市有11家医院那基隆、宜兰都有医院，分头在帮忙照顾我们这些确诊的个案，不管是轻症的、中等程度的到重症的那就是有那么多的医院的第一线同仁，大家共同来分担，那把这些病人好好做一些照顾，那我们今天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在医疗照顾上这样的一个低死亡率，那很好的一个结果那这边当然还是要再次的非常谢谢我们所有医院的第一线工作同仁这个那么努力的来照顾这些病人，让我们病人都可以顺利的康复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这个张召集人的介绍那一方面也是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案例让大家来分享，另外让大家也明了说台湾基础的医疗的实力是很好的这样最后这212例我们是散布到很多的医院，所以我们才敢就是说我们的医疗的能力一定是够的，请大家放心。好，那现在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指挥官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今天新增的这3个病例，他们在飞机上都有做好个人防护吗？然后呢，另外同班机的旅客我们有没有做相关的追踪？然后另外430例这个部分第按43例这个部分，那他是有办法追踪他是在日本确诊还是在澳洲确诊的吗？这其实目前只要上飞机，应该是每个乘客都有戴口罩啦，这是大概是一定的了那有关这3例他们的这个接触者的话，我们都有包括同机旅客，像430的部分，同机旅客有6名那这个对
那431跟432的话，它的这个接触者有11名哦。那我们都会针对这几位就进一步的请这个航空公司跟这个我们会继续去追踪这些乘客。那至于430的部分，他并没有在日本确诊，他是说法是说，他的先生在4月初有症状，但是他的先生也没有被确诊啊。以上。你好，报道者提问。这边有3个问题。第一个是说，今天有公布海外返国者这个家中有长者、幼童或慢性病患者都要入住这个防疫旅馆。那我们在4月14号的时候，其实就有这样的措施，当时是针对欧美2州。那现在的状况，因为全球的疫情好像看似有点趋缓，所以各国都在讨论要如何放松管制。那今天我们加强这个部分，是因为指挥中心对于海外疫情的评估是觉得说有趋缓吗？还是说我们也不能放松呢？那另外一个是说，刚好提到班机的这个人数其实都很少，可以请副指挥官提供一下，就是这几天或是像今天的出入境的这个人数吗？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磐石舰队刚有说我们要在满14天之后再裁剪，那大概什么时候会裁剪？跟结果什么时候会出来？谢谢。裁剪就是明天清晨就会开始，就是明天清晨我们就会进去全部都裁剪过。那第二个是有些区域有些没有，那这样反而形成一个不公平，而且在管理上形成一个混乱。那我们现在也因为检疫旅馆的量也够，所以要能够做这样一个最好安排，降低在居家检疫的时候亲密接触者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不小心，反而就是因为环境上做不到，反而增加那个可能性。那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这样做，那让这样的一个境外移入对我们的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好，那至于刚才最近返国入境的人数，其实跟每天的航班都有很大关系的哈。那大概从400-500到200-300都有不等的这个人数，那也有到700多等等。那5月1号那一天是比较特别哈，昨天入境人数是最近这个月来应该是最多1257人入境。指挥官你好，凤凰卫视提问，想请教下，今天是高职统测的第一天考试，那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场大考。那目前已经有1名学生因为发烧，所以进到了第2类的备用市场，以及有3人因为今天正在居家隔离，没有办法出门考试，那会参与补考。那请问一下，针对今天的这个考试的状况，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掌握？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谢谢。那教育部一直对这个它的一个考试的公平性和整体的安全都非常的重视，所以事先也做了相当好的规划。那我看到今天昨天这样的开始的进行，都照他原来的规划在进行。那有一个人发烧，其实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了哈。平常我们这个发烧的人每天就有一些人。指挥官您好，年代一电视提问，就想问关于防疫大作战这个影片，不管是在网络还是电视，都有非常多人观看。可是那最近风格好像有一点转变，那过去是以专家小组为主，那最近有加入了一些网红，那风格变得更活泼。想问说，这背后有没有专门一个团队在进行发想？那怎么会有这个想法？那有没有发现说成效是越来越好了？以上问题，谢谢。那当然，我们有在这样一个公关组上面的做这些相关的安排。那也许未来会越来越活泼嘛我们现在走向这个乐活防疫是会越来越活泼。指挥官好，欢迎新闻提问，想请教一下，说国际现在挺台的力度增加，包括美国在台协会从今天开始要每天推文力挺台湾参加 WHA， 还有美国国务院也在推特上发起挺台湾活动。关于这个指挥中心有没有回应，以及说接下来针对即将登场的 WHA 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谢谢。
有，但我们会持续还是向世界来发声。那其实今年的很多的这些国际力道，都是各国主动性的，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刚刚我们的防疫医师有发表一篇文章，我们有一些本土案例，那都发表一些值得让大家参考的地方。那台湾也一直在一个科学精准的防疫之下，有一个相当好的成果。所以世界当然都会看到好的东西，那当然大家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嘛，所以发生就比较多。我们非常高兴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央社提问，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磐石军舰发生这个群聚感染之后，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检讨？那未来如果发生类似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避免类似状况再发生，或者是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早一点掌握呢？对，当然我们有一个小组跟国军这边不断在这 SOP 做相关的一个检视。那重点还是在于就是说怎么样能够确实的去做。那近来大家知道我们也刚通过了一个 PCR 的一个检测的机器，它是一个小型的机器，那东西就不错，它可以前处理很方便所以不用在大规模的实验室里面来进行。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尤其像磐石舰队这样需要长期出去的，如果要靠医官直接靠这些症状的有无跟这个发烧来决定很多的事情，事实上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检疫，能够马上能够做一个相当程度的确诊，因为它的一个诊断的一个精确度，经过我们食药署还有我们的部立医院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些平行的试验，效果都非常好。那像诸如此类的，有一些新的这仪器可以帮助在远端的医疗人员能够迅速的做一个判断，那将来对于整个舰队上的检疫一定会有帮助。指挥官好，民事请问。泰安乡公所他们设置了5个检疫站呢，在游客进入泰安乡地点的时候量测体温，如果游客体温超过37.5度，就请游客不要进入泰安乡。那请问指挥中心啊，因为现在有人讨论说禁止发烧的游客或居民入山是合法的吗？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新北市长侯友宜上午说，光靠1968是没有办法的，地方首长最重要的不是靠这些仪器哦，新北市就主要是靠自己的人潮仪表板掌握人流，还有车潮的管控都做得很好。那指挥中心这边会不会觉得说1968还有可以加强的地方？以上谢谢。那每一项新的科技开始在试用的时候，那必然就会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测试。那逐步的检讨，逐步的改进，然后根据地方意见的反应，我相信就会做得越来越好。那事实上没有错，事实上在做人流管制或相关的这些景点的拥塞的情况，靠单一个工具，靠一个单一的单位，都很难把它做完全。各级政府的一个合作，不管是从景点的本身到县市政府到中央。重要是个人怎么样自己去注意，那发展的很多的工具是最主要是要提醒，让大家自主管理能够做得更好。那至于说有禁止人员进去，我想是一个劝导了那个我倒觉得就是说把它讲成说拦车拦路我想这样就有一点严重了我们在各个地方也都会碰到，就说要量测体温嘛。走路这样，那你有体温高的，有一天会不让你进去，有一天会劝导你。那基本上大部分国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了如果体温超定一定的程度，他也不会想要去玩嘛他赶快去就医可能是更重要。所以在泰安乡的事情，我是建议说，他应该县公所应该跟地方卫生就是地方的。警察单位啦、卫生单位，大家通报一个好的做法，他要保护区域里面的一个安全。我相信出发点是好的，那但是怎么样在程序上能够更完备一点，那当然就更完美。各位好，自由时报，请问一下我们登陆舰队的那个官兵的血液检测那个抗体检测结果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炉？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之前部长在
上个月中有在讲到说，如果连续7天都是零确诊的话，我们可以逐步开始来做一些经济的复苏。那现在第7天今天又有3例境外移入，是不是代表我们可能要重新来开始？这个疫情还不会那么快就开始放松？谢谢。好，血清检验的部分，上次有跟大家报告说，有一些有比较不一致的地方呢，希望几个实验室再重新检测一次，然后，那今天下午我们已经也约好3个实验室的负责实验的主管还有主要负责人，然后，那会在今天下午再聚集一次做一次讨论，那也许也刚好可以跟明天再会2次采检送检的一些结果，大概会有一并的一些检视。好，那今天整体没有办法说再加一个0，我们当然觉得有一点失望了哈。不过我刚才讲过，这种境外的移入这算是我们就必然要承担的风险。那怎么样把边境做好？那重要是说，我们要有那种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生活或自主管理没有做好，而造成那种多的风险，那样才会影响我们开放的速度。所以有这样境外移入的个案，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于整体社会开放的一个速度，只有大家没有遵守个人的一个自主管理，就是那个比例太低的话，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开放的速度。长官你好，就是新唐人提问，就是想问说，就是在中共两会前夕呢，今天全部的中国省份都解除最严重的1级警戒。那不过呢，一直到4月30日，黑龙江的卫健委其实都还有通报新增确诊病例的部分。那这部分的话，指挥中心的观察是什么？那想再问一题，就是说，就是这部分的话，未来如果被要求放宽对陆的限制，指挥中心会有哪些原则？谢谢。那我想，中国他们现在做的大概是原则开放嘛，例外禁止嘛，那我们就来观察它将来例外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不好意思 ，TVBS 提问，想请问今天确诊这3名案例，他们在登机的时候有症状吗？以及他们坐的前后2排有没有坐人？以及他们搭乘的这个班机能够公布吗？谢谢。登机的时候是否有症状？这个我并不是太清楚了。不过他们都有勾说他们过去几天都有症状，那所以都有主动在机场接受采检了哈。那他们的班机的部分，我想因为都只是个案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宣布了啊。谢谢。我们重要还是健康声明书有没有据实填报？有据实填报就是一件对的事情。那边境本来就有边境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就是要严阵以待。好，今天可能在最后2位吧，3位好了，不要了，3位好了哈，连超过时间了，我们假日只有半个钟头。指挥官好，黑后健康网有个问题想请教张教授。昨天那个中研院院士赖明绍他在讲座中有提到一个点，说患者痊愈后病毒仍然可能潜藏在体内，躲在人体的细胞中生活，影响到人体的健康。但因为这样的说法，其实另外一位中研院谢世良也有提过同样的看法。那是不是代表说，即便今天患者3采阴了，病毒也有可能以非常微量的方式躲在人体里面？想请教张教授的看法，谢谢。好，整体来讲，我们确实有其他种的病毒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哈，例如说我们的疱疹病毒，或者是带状疱疹病毒哈，就是感染过以后，它就一辈子藏在我们的神经相关的细胞里面。那当我们有受到比较大压力或者是免疫力不好的时候，它就又会冒出来嘛哈。那另外当然像 B 型肝炎、C 型肝炎病毒，那它也是会潜藏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哦。那以它的 DNA 或 RNA 的形态存在我们的细胞内，而让我们的免疫力没办法把它完全清除掉。其他种病毒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哈。那呼吸道的病毒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现象哈。那
是不是会真的有更长时间的存在，或者说终身存在？我想我们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资讯，然后那目前当然有一些的资讯是说，曾经有病人因为3采阴以后，然后出院，那出院以后他有其他的原因过世哈，那其他原因过世，然后接受尸体解剖，那去看到呼吸道的上皮细胞里面确实好像还有病毒的踪迹存在，然后，所以这当然是一个让我们也特别值得警惕或注意的地方，然后，那不过我想多数的病人可能痊愈大概就是痊愈，会不会有少数特别的状况？那确实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资讯来佐证。中师提问，想请问一下张教授，有关血浆抗体的治疗，就是用书写的康复者的血液去治疗重症患者。那这个部分的话，在韩国是有康复的这个，有2名患者康复，但最近的印度试验却失败了。它是用于一位53岁的重症患者，那他在短期的24小时内，有状况有起色，但是后来就是还是一样，就是不治身亡。那想请问一下，说指挥中心有没有看到，就是各国之间在使用血浆治疗的这个实验的状况？那为什么印度这个部分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结果？想请问张教授，谢谢。好，这个用恢复病人的血浆来治疗其他的重症的病人，这当然是一个我们学理上觉得是很合理的一个方式，然后因为恢复期的病人基本上我们就相信他血中已经有产生适当的抗体嘛哈。不过这抗体每一个人产生的浓度高跟低是不一致的，不一定都一样的哈。所以你选择什么样的恢复的病人来制作这个血浆，当然也会受到影响哈。那里面的抗体，我们先前也跟大家说过，比较重要是所谓的综合性抗体哈。如果它综合性抗体量不足的话，那其实也对后续的要治疗的病人大概帮忙也就会有限哈。所以这复杂的因素或所谓的干扰因素还蛮多的哈。所以目前看到都是少数的个案报告，或者有一篇报告也许收集到6个病人使用这样血浆治疗的方式哈。那可是这不管怎么说都相对还是一个少数的个案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背后更详细的资料，或是更大规模的研究试验结果的话，其实很困难去下一个结论了。指挥官好 ，ET Today 提问，想请问一下，刚刚有提到说境外移入不会影响社会开放速度，那我们台湾已经有20天没有本土个案了，所以以后是以本土个案为开放标准吗？大概要几天没有本土个案，我们才会慢慢的放宽，然后发放振兴券？这个我们讲过几次哈，就是说我们不会以说零确诊几个或社区几个哈，我都跟你讲过说，我们要看看大家这样的一个例行防疫新生活。的一个成效，好，如果那个我刚才讲过，就是说我们风险有很多种了哈，一种我们现在抓的是怎么样，就是说一个，有一种是可以接受的风险，一个是不能接受的风险。我认为可以接受的风险，就大家进行防疫新生活，把个人的防线做好，那我们可以开放多一点。那不能接受的这个风险是指什么？是大家都不去把自己照顾好。好，然后要希望要来开，那这种风险我们是认为不可接受的，所以有这种不可接受的风险太多，我们的开放的速度当然就会变慢。好，那今天我们已经超过20分钟哈，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哈，那明天要问的请早哈，谢谢。今边呢，系整件冇办法，连带7日，国内都冇新增加确诊病例。这里中心呢，今日就宣布讲，国内增加嘅3名确诊病例，故作现时全台湾累计有432嘅确诊，有324人已经解除隔离嘅。还个人进一步来看，到今本日也新增加嘅3名案例当中，其中呢有一个系60岁嘅女性，佢先前同2日大家下，佢去到澳洲旅游游览。3日第一时间又对澳洲转去日本，
就头新嘅处嘅时节，佢同日本嘅客发现讲自家会错。古说头前日头新嘅代嘅时节转到台北，头机场嘅客就本日嘅机场嘅人员拦下来，确定有确诊。另外呢有2个。今比新增加3个当中2个，加到係2公婆，係一個30歲5線，韓國一個男性呢係46歲，加到2公婆同2個大嘅時節，去到廿個細女家人去做事。韓國新嘅大家下就發現呢，全身歸原身為動員太太，韓國呢會錯俾轉到台灣嘅時節，還係繼續會錯。古所強用咩頭機場嘅客，本機場人員攔檢下來，古所將發現講確診呢。古所近邊也新增加嘅3個案例當中，都係頭機場鴉片，本機場人員攔下來嘅。近邊咪公布對5月除夕，也就係下個禮拜日意思。也嘅加強防疫，古所對海外轉到台灣嘅人，屋企當中係講同一嘅老人家，65歲以下嘅老人家呢，搶下來吃，還個有聲音呢，慢性病患搶下來吃嘅人，屋企當中咩冇一嘅做得土地嘅檢防，古所指揮中心表示講，下個禮拜日除夕意思，亞洲人都愛直接去到防疫旅館來吃，卻希望講大家對境外曬落來，同境外轉到台灣嘅客防疫。還係愛做到清強心，愛去係防疫旅館。喺個陳時中建議針對亞嘅斷木金區嘅阿邊個，佢來同家條非實理，用嘅非實理咯。就因為盤石金當個有7種檢疫嘅也所有嘅改變，天公爺就有好基礎隔離嘅。唔過同家條基礎隔離以前，愛先對家條再個採檢，發現講係陰性嘅，將做嚟同家條改變。本家條持有，故所佢係同家條呢來非實地。韓國今邊係5月連假天2日咯，家下呢陳時中佢表示講，還係發現咯，關於有國泰景點有東東人，佢提醒大家愛帶定載人呢。韓國今邊呢總上順總教書，佢咪有對亞嘅按度嘅病例分布當中同大家講，帶載人咩係防疫當中當中嘅一部分。因為呢，也差唔多頭400人嘅國內確診當中，60個病例係後生人，差唔多像20-30歲天天。韓國初期嘅整條大概都係會錯、會作少，接下來會後連改會通。唔過就有發現過，係講亞洲人要帶定做嘢咩，就真見也按到嘅病例當中呢，就較唔會被測到也係沙飛太重，故所提醒大家要注意要帶做嘢咩，就做嚟減少切片車來車去嘅機會。也就係近本日呢，也嘅指揮中心針對近本日按到嘅確診案例當中，同大家作為分佈，係個提醒大家防疫要繼續來做好些。因為呢係講要做好些來，也就會影響到接下來，因故嘅沙飛可能會獨獨嘅來開放，故作提醒大家係要做到。看睇近本日關於嘅部分，一下同鏡頭曬到全世界。WHO 呢，佢就表示講，現時全世界嘅疫情當厲害，尤其係美國、韓國、歐洲，全世界現時嘅確診病例正式突破為300萬，韓國呢也建議呢係見增加，累到為334萬例，死亡就有23萬例按度，其中確診人數最多嘅還係美國，有103人確診，另外第2名就係接下來係西班牙、意大利，韓國接下來獨獨嘅大家就係英國、法國同德國，德國鴉片近邊呢要繼續來減少。德國現時嘅確診病例係164077例，死亡人數係6736個。故所呢，頭亞嘅按度嘅確診病例當中，其實歐洲係德國係歐洲前大嘅經濟體。故所現時有按度人確診，生活多項受到為疫情嘅影響，佢當然唔是講生活、企業。韓國呢，當到層面都受到影響，因為看到喺海外鄉親嘅部分，佢必要同大家來了解到嘅係一個同德國、法蘭克福一片係咧鄉親朋友，做高強化，因為看到高飛咗，佢同大家來分享到同德國一片受到嘅影響。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德國台灣客家會會長高清芬。來到德國的總部法蘭克福，因為全世界流行的新冠狀肺炎的病毒影響到全體德國的無例外。
不过德国政府因为医疗的支出、人民的配合、数规矩，还有政府的大力的保护人民的措施施行了以后，所以对德国的影响呢无异太。3月初诶，德国开始停课，3月23号开始严格的执行，大家做唔得去乡下去买东西，用啥？因为做唔得出去，所以规则经济活动呢就减少很多。4月20号，大家反映讲应该要开始诶，要开放诶，但是政府也考虑到讲，因为2礼拜可能还唔拉。还能再较长的时间，但是因为大家要求挺强烈，所以政府呢从4月27号开始呢做决定讲要开放一部分，但是你讲去公共场所、坐菜、坐火车、坐捷运、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大家就会戴口罩，所以这个措施呢就慢慢的会减少大家不去传播的机会。因为台湾客家会的会员，韩国的台湾人做德国呢，到目前为止，还无听到有人讲出到俩平头，因为呢，大家都总会知道，大家会知道我要嘛保护自家，所以大家呢都有准备到口罩，所以俩摆影响呢，对你台湾人来讲，对你乡亲来讲啊，真正无啥影响。新闻高飞总带来嘅德国天数嘅观察，按技术来看咯，家下呢飞总更多嘅系当到有关民生鸦片嘅冲击。韩国按再过来看，德国现时嘅确诊病例系超过为16万嘅例嘅，其中影响动态嘅含有同社会方做些工作嘅部分。按政府来看咯，德国联邦劳工局出来公布嘅一则新嘅数据，当个就系有关一个失业率。嗰種現時失業率，德國嘅部分係5.8%，喺個其中聯邦勞工局就發現到一個同平常來比都唔正常嘅素材，所以講現時勞工嘅失業人口就對3月嚟講下，差唔多全德國嘅失業人口係230萬，喺個國家一整一天，也就到為雙整月4月嘅下，就規個德國嘅失業人口來到為260萬按度嘅，嗰種一整年就增加30萬商人冇條條路，正見嗰種呢勞通一個勞工聯邦局就表示講，也數據都唔正常。嗰種呢現時全世界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嘅影響，還係扯到東邊去。雖然講相對同先前嘅高峰期來講呢，有下控制下來，有下得咧。唔過現時同後面嘅所在還係千里開。另外同疫情嘅部分，現時同非洲韓國東南亞嘅部分，咪係略略嘅，可能隨疫情要漸來漸漲，韓國漸來漸提高嘅情形。你像鄉親朋友，所有嘅大家都愛啲好愛防疫，咪希望大家都愛平安康健。今邊呢5月初2日客家新新聞就進行到鴉片，歡迎鄉親朋友當日聽得晏，繼續到早晨嘅9點半來看報紙，韓國下晝2點聽得新新聞來關心指揮中心嘅新聞公佈。再會。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